今日就講下中共四中全會啦，咁就塵埃落定，咁最新咧就係提拔咗呢個張新民做工會副主席啊，即係習近平暫時就係3個位全部都攞住嘅，仲係工會主席、國家主席同埋總書記嚇，咁就外界就之前話佢要交權啊，似乎就係呢一 moment 咧，都係四中全會佢都係大權掌握，但係即係未來中國嘅即係呢個管治圈子要點咧？我哋有啲咩觀察點？今日我哋都請咗時事評論員何良武先生同我哋一齊分析下。何生你好啊，你好啊，珍姐，各位網友好。係啦，咁呢幾日即係各種謠言滿天飛吓，咁大家都見到吓，都喺度估緊，甚至有呢個賭盤啊，咁就係估下即係習近平係咪落台吓？咁佢張新民最新嘅情況係啦，不如交俾你講下啦。而家佢哋即係嗰個權力即係鬥爭嘅遊戲係玩成點？係啊，大家睇係喺23號北京時間差唔多5點啊，即係黃昏，北京時間5點就新華社發咗個會議公報總共咧就有32段咁啊好長，最尾嗰幾段就有講人事嘅變化，咁又有14個委員咧就係開除呢個黨籍。其中9個咧就係之前喺17號開會之前最後一個工作日，即係上個禮拜5，係國防部宣布嗰9個即係違法違紀要送去法辦嘅一個軍中入邊嗰啲上將嘅軍委會嘅高層將領再加埋另外5個就開除黨籍，咁就張升民咧。即係軍委會入邊嘅一個委員咧，就升做呢個副主席，就取代替翻何衛東。本來原來佢係軍委會副主席，僅次於第一副主席嘅張又俠，跟住就係何衛東。何衛東而家即係落馬，咁就由呢個張升民取代。但係咧，就張升民嘅性質同阿何衛東又好唔同。張升民咧就係一啲後勤係裝備嗰方面嘅軍委嘅資歷，就同何衛東嗰啲即係前線嗰啲資歷咧，即係指揮系統嘅資歷咧，就好似好唔同。咁啊，呢種升法係唔係能夠即係填補到何衛東嘅遺缺咧？呢個就係即係。點解補得過其他嗰啲又唔補咧？咁呢個係令到好多人即係猜疑。咁而家究竟點咧？軍隊入邊係唔係習近平已經冇辦法去自由咁樣調度佢嗰啲人手？因為今次落馬嗰9個將領，全部都係習近平親手提拔、親自點將點翻嚟嘅。結果咧就係。冚唪唥都話貪腐話咩失職情節嚴重我係總講到佢哋十惡不赦咁。咁即係你習近平，你難辭其咎噶喎。